極致工藝雕琢羽靈形態，用流暢弧線勾勒空靈雅致。今次設計以慈禧精湛嘅微雕金工喺金屬表面刻畫出細若浮絲嘅羽狀紋理，每一道刻印皆呈現羽毛特有嘅柔軟質感。上方嘅設計巧妙咁將主石同埋羽靈元素前面交織，結合東西美學，描繪飄然欲飛嘅意境。更喺羽梢處鑲嵌稀有嘅紫色寶石，喺光影流轉間折射出如煙如沙嘅幻彩光暈，為作品注入超層脫俗嘅氣韻，徹底顛覆傳統羽飾珠寶嘅框架，開創嶄新嘅藝術維度。設計3同4巧妙咁樣融入咗靈蛇元素，以流暢嘅金工線條雕刻出靈蛇蜿蜒嘅優美曲線。蛇身嘅鱗片透過慈禧工藝呈現栩栩如生嘅質感，昂然挺立嘅蛇手展現威嚴氣勢。而構圖分別以蛇尾同蛇手作為視覺焦點，刻畫遠古守護者環繞稀世珍品嘅景象。寶石散發嘅靈性光輝同靈蛇嘅智慧同神秘完美共生，突破嘅動態結構同創新嘅光效運用，賦予珠寶鮮活嘅生命力。設計大膽將高深莫測嘅靈蛇形象同象徵純潔和平嘅羽靈意象並置，創造出充滿張力嘅美學對話。呢一場神秘靈蛇同飄逸羽靈嘅詩意邂逅，成就咗一件兼具神話魅力同當代藝術表現力嘅非凡傑作，完美演繹對立統一嘅永恆哲思。關注慈禧擁有不被公式化嘅頂尖設計。